文章，为子何尝天下扬？小小书家文章可立神，满朝此子贵青史好书成，小生上林向弟弟上供的母亲早年亡故，还有一个妹妹，自名林爱女，才蒙得子娘也好抚养我人生长大。17个妹子里生日所望苦的文章，我有年与亲家子女有年订婚，家到清明想起此事，真不叫我去尝哪。子女子女也是往传，我何不知道堂上弟弟跟前前知问恩一番，与我不可啊！三在厨房洗碗妹，弟弟跟前把话问。
走，人人夸他，但等杀于上京官考，定能公卿得中。这样。儿郎起来，谢弟弟。儿郎，你不得操堂的书，到厅堂这这呀。孩儿一来为安呐。是你我儿言下，儿郎，你要专心用功，要知道你与情夫切近，有孽真情。但等于高官人主，也可接纳千金姑们。孩儿知道。这个老爷起来，你问何人之名到来这人？蒙请冤枉之名有私信一封，那赵氏应是。儿郎，弟弟，想不到我们刚刚提起你岳母家，谁知你岳母有私信到来，不妨我儿查书观看。即使是陪孩儿看来。弟弟，岳母大人原来有书信到来，叫孩儿前去陪亲你。哦，其实你岳母大人有心叫你上门对亲，那么待为之母儿，待为之几日同生？即使是晚上孩儿即刻同生了吧？那好，待为父替你争得一些银子。多谢弟弟。想不到岳大人有如此好心，叫我上林前去对亲。儿郎，你的衣衫都在包笼里面，此番去往岳母家中前去对亲，你可要专心用功哦。孩儿知道。但愿得岳母发财与好心，为我孩儿多所谓，大皮弟弟擦干净。心好。儿郎，但愿他欢喜运动，公主夫妻双双在厅堂，不见也是三门来这一次由我家中陪我报名进京，门上可以存在。来了。原来公爷到此女前上台，老爷命你进去相见。没巧未必。
结果岳父母大人也是迟了。谢岳父母。也是，你今日上门而来，不知你当上父母身体可好？啊，当上父母一概都好。那就好，夫人。不妨叫叶氏死亡读书，以下伺候。一切由你安排。叶氏，你只来到秦府，快到死亡用心读书，但等10月与高国成祖，再与小侄两下成婚。多谢岳父。老爷，夫人，此番也是上面好嘞。这里是女儿在留的不孝，此事嘛，你给上午上律报事。秦氏妹，弟弟秦国忠谋亲长子，而老爹娘不生度难，单身奴家白马。老弟弟见我与你定亲，上将公子上令为妻。此今男长女大，因我不接上郎来到我家头去，血脉深入泪带，怎不叫人牵挂？
来此里的给我激动勇敢。来了来了！啊，原来老夫人来了，你可要上楼来？长发小姐，是个要上楼好嘞。士兵小姐，禀我来，老夫人要上楼来了。母亲要上来，什么差劲？小姐出去来了，你想下去？母亲，好啦，请上来。还拜见母亲。好啦，起来。谢母亲。娘，我在金堂上来何事？今这位娘上楼来，乃是向女儿前来报喜呀。娘非你非今谁找我来？好啦，你这位知道，如今我家也是那个上老上命来了。真的？是呀。真是先天先地。好啦，你家上老本是个读书之人，这边是家道贫穷，你家弟弟倒是好心命他姑父好来，在书房之中好好读书呢。原来如此。只不过好啦，你乃是个贵客千金，遇到是男女别，从今以后你要多在里头少出外去，外家面娘要下驴了。娘，母亲教诲女儿谨记在心，只不过上郎来到我家，我们虽是未婚夫妻，常遇到男女虽然不亲，我也不便下来，时时下来要带护他读书。对呀，对呀。我倒有一句。什么？我这里还有单亲一夫，方娘亲请我转交上了。这个嘛，是日他空虚之爱，看看我。快得你想得周到啊！带我去来。娘，只是为娘知道了，你身子里的可要好好保重身体，为娘走了。母亲最好，你也要保重。小姐，老夫人说过夜他都请来了。真是。我看啊，过夜啊，他一定是在忙上圈。今日里我不令我先去看看去。此话差言，娘亲到底上路而来，教导于我不要下来而去，我怎能违抗母命？但等谁有机会再做打算。好，进去。
原来岳母来了，见过岳母堂臣。起来，起来。谢岳母，岳母快快请坐。来，你也请坐哈。岳母，不知今日大书王有吩咐啊？也是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来到我府，这里是女孩留的不祥，我先去报喜。你知道，你女孩乃是一片为非夫妻，一道是男女一别，不能到了死亡就来宽望于你。这个女孩明我打理了清德一方，就来当面交给于你呀。多谢岳母。哪里，也是外家命，我要回望去了。只不过你身在死亡，你要好好读书。我知道了，宋岳母。不送你吧，就是罪了。岳母慢罪，知道了。是什么岳母大人送来了小姐的单亲？不知容貌如何，我倒要看上一看。哎呦，好亮啊！他一个平平永远花中人，有那六天天出小万川。是呀，我妹子里生日是话冷冷清清，从今只有在华中的美人可以责备我了。哎呀，小姐啊，小姐，今日里你在一旁责问于我，陪我往日做文章之序。好吧，这只是还是到外面先去拿一件莫水来吧。小姐呀，你要是再是稍微去看，我马上就会来的。
数，今日里啊，你还是到死亡之中，先去为一位姑爷去吧。此话差矣。虽然上郎在此公道，母亲吩咐，我谨记在心，还是回房去吧。哎呀，小姐，今日来到死亡门口，你不去？我看你呀，还是去看看姑爷的文章是何。实在上郎长见，怎完得了？那好，我先去看嘞。要是姑爷在，你就不要去了；要是不在，你进去看一看。那就好。在，姑爷，姑爷，怎么没有人？小姐呀，姑爷他不在。上郎不在，那就好。我进来看上一看，你在门口放风，啥子来了？咳嗽一声。好，你去，我替你看风。哦哟，妙啊！我将文章仔细讲，是不昂先不妙，老鳖好像龙盘水，再比好像猪翻水。倘若他上进去看看，必定会进八道转啊！怎么为什么会这样的？为什么会这样的？谢谢最后文章了，为什么这篇文章好了当？这究竟为了哪一章？难道你为我献荒废了？我以为他一生在这道事，时日寂寞，看看我的画像，谁知道他尽管荒废1年，是让他脱去功名，哪完得了？都是你，都是你，真把我气死了！带我回房去啊！小姐，你是？我就是上林啊！你是上林？是啊。啊，小姐，来，到四王坐坐片刻。这岂不是当朝与你？哎，哪里，一到那与不如之理呀。请小姐，请。我与其当着武器模样，进去闻名敬语。小姐，来，请坐。上郎同上。
子的口啊，小姐呀，我方面望我自面来一去，马要不离我左到处问，没法里今要可怜到山根。但愿得来日上见结光面，到那时宝桥要我一片心，你相见两人灵验结在。金花娃儿我自己，金粉光到金风明上浪他说是到我家，来花鸡毛一毛。今日夫妻巧相会，但愿你用心多公道，一朝一日上进去，永中要做为家来。我与你有情在安排，我与你当花轿此情。小姐呀，小姐妹我天为，长久为把你言语记在心。小姐呀，我每日说话难听轻，在梦里担心一张来做伴，难得你今日到达苏王来，我心想。想什么？小姐，我心想，小姐一把来做伴。上浪上花开花浪，说什么与你早结良缘。啥时我今日陪你去，爹娘知道了道理，劝你莫要多思想，用心在此唱文小姐，上浪不要多想，也要用心在此，睡不着不要再凉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！哎呀呀呀呀！小姐临终一事，擅自一嘴。对了，莫非他叫我压背三根，到擂台一走吗？哎
哟，妙啊！我到小姐夫见你，前院内待我上门有情。为了小之旅的故在等候你，陪我上楼去吧。小姐开门，
小姐开门。门外是谁？哎呀，是我来了。你到底是谁呀？哎呀，我就是上林啊。上啊，你不在书房上楼时。哎呀，你不是说到杨本生根叫我上楼而来吗？上老你误会了，我与你虽算丁香终身，更何况未曾成亲，男女虽算不亲，我是难为情。哎呀，小姐，你我有年订婚，迟早终是夫妻了，这有什么关系呀？这是不得。十位弟弟母亲知道，哪还得了？言声跟进，你回去吧。小姐，小姐，哎呀！我知道，小姐，我是真心，恰用来陪我上林，母亲呀！需要挂我无情，怎奈家规人理，我不能越离。上郎，小姐，你在哪里呀？小姐，你苦楚，我上来为你想得好苦啊！哦。小姐呀，
王读书，为知他文章事务，老夫先去看看便了。小姐，你在哪啊？小姐啊，哎呦，好你不争气的东西！我倒好心留你死亡读书，你倒不读书，4年小子成这个样子，哟！我今家用不得你，你与我滚出去！要我，要我！天哪！哎呦！啊！儿啦，哎呀，儿啦，儿啦，你好多人去往秦夫宫的事实，今日回来，为何事此模样啊？弟弟，儿啦，你有什么话，快讲吧，莫非是有了什么委屈不是？自从王母之命前去得起，再没有好心令我在所望之中光的事实，谁知道岳母送来带去，小姐容貌美是天仙。我心想与小姐两人早日联姻，也本身跟到擂台而去。你想不到小姐将我滚下来了，我为她相思十过，世界有我大人将我滚了出来。哎呦，小奴才，小奴才，想我上家本是思想门庭，离你之家，哪个不知谁人不祥？其实秦父老爷有事之好心待于你，叫你上门对亲，好好遵行用功。谁知道你这小奴才竟做出了伤风胖子之事，你真是自作自受。弟弟，都怪儿不好，世间我相思这关，看来我要与命难保了。哎呦，儿啦，儿啦，你千万保重身体。你可知道商家只有你担定的子啊？弟弟，快叫子娘出来啊！一面子娘快来，子娘快来！来了。来了，结果老爷公子快快起来！但不知叫奴婢出来何事？师娘，
我有话要对你讲啊，子娘，公子，实指望我坚持得起，能等一步青云。大事见我生死重病，为转家来，看来我愚民难报。子娘，公子，我一心想着是妹小姐，如今我死也要死了，不，还让你道得进加一罪。叫小姐到来，让我再有见上一面吧。公子，好，那你到里面洗去吃吧。哎呀，你可当心！哎，老爷，小姐，小公子好端端行去读书，怎么会弄成是此模样啊？子娘，你有所言之，请父老爷得安于他，叫他好好的死亡公事。谁知道秦府的夫人把小姐的单亲送给为他，谁知道这个小奴才，他尽管推你迷生，不读诗书，尽管上路而去，也不是给被小姐困下来的。原来又被秦府老爷知道，被秦府老爷杀出家门。如今这小奴才相思日本，看起来大事不妙了。老爷，此事也怪不得我家公子。我家公子好端端到他家先去读书，这清代送进我家公子，害得他是此模样。事到如今，公子身患重病，相思日关，看起来倒不是让我到得秦小姐跟前先去恳求，叫小姐到得我家，让他们见上见一面，或许这病就会好的。子娘，话虽有理，可是秦府千金，本是闺阁之女，她岂能轻易出门啊？老爷，可是到如今别无良策，待我思上一思。那好，也只好如此。为了吾儿的病体，那万老子娘走一趟吧。但愿得秦府小姐能给同情的你，能给救我儿一条性命。那好，在小奴才万身带重病，我不妨轻易调子。哎，孤然不出所料，小姐乃是千金之妻，
不能顺势出门。他将我带来他的情书，还有一封书信，交进我家公子。老爷，小姐他怎么样啊？他不来，那万一何完呢？他这里有情书，还有一封书信，叫我家小公子好好保重。那好，不妨你出我儿，与他说明情节。儿啦，弟弟来。儿啦，你可要小心啊！师妹她来了没？哦，他来了，他来了啊！她在哪里呀？子娘，她在哪里呀？子娘，不瞒你说，小知他家规人年，不能出来，不能出来。儿啊，公子，还有，这是他的请示本，还有一封书信。对呀，只是此待儿看来。看起来我哪
要保重啊！皇帝的谋杀儿啦，公子，儿啦，说，儿啦，公子，你千万要保重，等我再去救，再去救。对呀，再让师娘再去一趟。老爷，师娘。这道事情我相思在关，开头笑，看起来命也不久，我上家就要断下户了。可是要是再去就肯，也是枉费心智。要是师妹小智不来，只怕公子。真的呀，师娘，要是我一个三长两短的话，我怎能对得起列祖列宗，怎能对得起我死去的夫人啊？老爷，这是我办，想想办法。老爷，我有一个办法。你什么办法？快讲啊！我还有一个女儿，倒不是把我女儿冒充进小子，让他们两人从事，又恐怕公子的病就会好的。师娘，你有四次好心，我实在没此难忘了。老爷，想我母女两人承蒙老爷许虑，这大恩大德应该要报，老爷不必如此。难得师娘有生命大义，但你只爱虐他，心意似如，要是他不肯的话，老爷放心，我教出女儿，一定叫她答应。那好，你先回避一下。好。女儿哪里来了？拜见母亲。女儿起来。谢母亲。娘，出了什么事？你脸上为什么有泪痕呢？女儿哪里知道？小公子到得岳父家中前去读书，他岳母把他的未婚妻子的清单留给于他，因此小公子见了清单，相思石骨难以做得文章，夜半三更到得楼上，心想与小侄一会，谁知被小侄赶下楼台。原来他无心读书，他的岳父又将他赶回家来。自此小公子他已经病入高烧，口口声声要叫小侄到此而来，可小侄乃是贵格千金，
他怎能算是出得家来？因此啊，为娘叫你出来。叫我公子声音对我有什么想法呢？儿郎，我是想叫你出来，但等夜半三更，你冒充进小子，与同公子两人前去从事。你说什么？叫你从事？为娘狠心，想当初老爷对我们母女两人恩重如山，如今小公子他有难，难道为娘见死不救？娘，并非女儿不孝，也非女儿见死不救。你要我带小侄到死亡之中，要同公子两人先去从事，女儿是实难从命。儿郎，此事为娘知道，女儿是最大的委屈，母亲你不用死了。儿郎，
你倘若再不答应，为娘我要跪下了去。娘亲好，快点回去。儿童心。
我家的大大恩人了矣。儿女，你是然救得公子一条性命，我定是将亲生女儿一样宽待。儿啦，俺看时光不早，你快到里面当班，3更到这里，等到4更天，你一定要走。委屈你了，老爷，那你带公子去说一声，那好，我就是请切记到来。小姐来了，小姐，你快来呀，快来呀！哎呀，小姐，快走啊！再坐一下，快来呀！哎，想不到这样，小姐陪我一样，我的病治已经好了。天也亮了，小姐，快出来吧。哎呀，哎呀，怕什么难为情啊？哎呀，小姐。到王州。
怎么会变弄成这个模样？儿郎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变成这副模样了了？三更出来，公子不让我出来，将老亲送走，我也14岁到天亮被他知道了。哎呀，你呀，哎呀，怎么了得？公子，都怪我不好。我出了这个袖子，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。儿郎，你要怪就怪为我吧。儿郎，子女啊，公子，弟弟，儿郎，想不到一场欢喜，一场空。大事情相思十关，看来还没难报。儿郎，你千万不择断的之话。今宵之子早是你的人，你为什么是此想不开呢？对呀，看来儿命不早。临死之前，还有也是把头公子啊，儿郎。
保重啊！儿公子啊，千万不能离开我啊！我原来好比老早公子难为好比三十年。阎王昨天三根刀，天子里宝马无根，上去老虎吃饱睡。今朝就要阴阳，公子啊，你一定要保重。儿啊，弟弟，母亲来了。你娘没了，你娘怀孕，小朋友，小姨弟，你千万不可如此想啊！公子妹妹，公子。君公子还是丧呀你，真不巧红尘心。想不到哎哟，天与你命对应，我越是越想，我越伤心。儿啦，你这一嘴叫为无事哦，是哈。女儿，这都是女儿连了公子，害得公子痛心疾首，也命归阴。只怨不得你，都怪为娘不好，早知如此，我不应该出如此的下策。老爷，我上家生下一子，实指望能够永丰养子，谁知道上灵堂人命要丧。把发生我的情缘，师娘，老爷，我究竟先死这了什么孽？为什么我的儿子要得命要丧？老爷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自己千万要保重。
还是为公子的御史，先去操办一下。我到秦府，先去报信。我最好命苦。你千万要保重，你千万要他们老爷进去。家在小公子一死，他可与我马归正章，把持孝道。小公子，弟弟关在上来，姐妹心中上才会。我知他身体太为，真叫与我心满啊，小侄，是娘来了。小侄，你这晚是怎么样？还让上郎怎么样了？你哪里知道？我本当心想到你这里来，再来求恳，心想叫你先娶公子一位，可只怕你家父母不依，因此我想了一个办法。我心想把我的女儿先去从事，谁知道公子知道之后怎么样？他就死了。小侄，天朝前来相信他是乱箭转心既然我家公子已经死了，请你想开一些。只是我，你要保证，想不到他为我而死。虽然我们未曾证婚，我们乃是与年定亲，我俩表夫妻之情，你先走一步，我先去到上前祭奠。多谢小侄，那我先走一步。想不到上郎一死，我要去到上家做掉，倒不是待我相害一次。
我对对笑，因此他哩。对对，母亲，三郎为我一死啊，我要去到上家做掉。你好歹也是个千金之体，未出贵门，怎可上他家中先去吊销？他也是自作自受吧。虽然三郎去世，我与他与年定亲，夫妻今朝。他为我而死，我怎能不去？世上女儿不去祭吊，要为王神着想着。你为人出家，怎可到他家中先去祭吊？你这样先往，有失我亲家的面子。对对，今日女儿听说要去，实是弟弟不义，我对我碰死了。哎呀，女儿从小性格倔强，实不放他先去祭吊，闹这人命哪还了得？老爷，不得以我之见，三位去被女孩一同回去，祭吊完毕，母女接梢回来吧。都是你把他从小给宠坏了。好了，到如今有天有地，言死不用。老爷，你还是让我们去吧。好，那你带他一同先去祭吊，祭吊一边说说为父。那好，这是岂有不此理！娘陪你到得上府去吧。家人父命万倍强，上了。
上郎本是我
我的夫君，你为什么叫他夫君？难道你却是亲血脉小弟？真是，身为官家子女，从小到大事事无尽，通情达理。小堂之上，我叫一声父母，你为什么不问境遇，要先答应我？难道你不知礼义不忠？如今上王已经死了，你还出不来，死了你来做什么？想不到他乃是一个贫家之女，我现在还不着他意，他一番言语，杀得我家去来。小姐，刚才是我鲁莽，血脉在先。背离了不过，今日小堂之上，叫一声少妇，我属于逃离的。此话怎讲？怎能上王他重定在身，强势在不得？早派外派，自派小姐早起到来。这次你一去不回，留下了一封信书，情丝一缕。叫我母亲她无不可憎，叫我打扮你的模样，到个死亡之中先去从事。谁知道天亮公子逃兵去去，反而见我不是你小姐，是我爱人，他一怒之下死了。我与宋浩与你定亲，虽然我这不能结为夫妻，我甚至上将心，时时上将功，我要来在上将。举夫三界当啊，四季离家出去，你不为家而去，当上王爷儿老送信，他只为永世你。不要紧，两亲随我一同而来，待我恳去与他。从今以后，你我姐妹相依为命，此次盛况，为你姊妹两人相依为命，在丧家之中，王爷年老的公公先是孝敬于他，知道你不想委屈，一当王爷不我大悲，你他身后你把我的当事。自从上了
从沙浪去世，我与姊姊两人相依为命。如今我身大瓦用，却只1岁，即将就要临病了。但愿我早产一子，也可传宗接代。哎呀！不是我此番与报孩子生，有父母亲来上上去。莫非妹妹产下一子，但我还是将她抚恤起来。妹妹醒来，妹妹你要保重。姐姐，今日我产下是男是女？妹妹，你产下一子，抱来我看。想不到，总算为上下产下了一子，可以传宗接代了。对，虽然上郎已死。是今来向上将二根，我们姐妹要将她好好抚养长大。姐姐呀，你是官家子女，富裕内在，何不将孩子取一个名字吧？妹妹言而有意，人人都说盼儿真龙，倒不是将儿取名上楼，从今之意即叫龙儿，还叫他龙儿。妹妹，你刚刚分娩，来，今儿去，回去为你补补身子。龙儿，今年8岁了，每日里才得要关点读书。今日子啊，只有那阿哥不好，他呀是我娘没有2个，没有爹，到上亚中。整7月之日，我就把他当了一顿。阿哥呀阿哥，只怪你素质不好。说马有我今日当你一顿也才有一代。小区东来把年
回来了。你今日回家为什么神色慌张？在外做了什么？没有什么啊。你怎么了？你在外明明到家回家而来，还要瞒着于我恨不得将你慢慢讲。你要打我啊？哎，我又不是你生的，要打啊，你自己去，生气不出来当当。哎。我不是你生的，我认不得你来打我，要打你身骨出来打他，我龙儿认不得你打。金姐妹啊，金姐妹，我以为上郎去世，能姐妹无毛抚养将儿长的，也对得起死去的上郎。想不到我一场欢喜，一场空，一人儿子，我怎能怪？这个世上也没有我牵挂得了，但我还是自尽了吧。
虎到前去看上一看。啊！姐姐，姐姐，还要醒醒，醒醒啊！哎呦，姐姐，哎呦，啊，姐姐。好多多的，你为什么要行事对劲？妹妹，侄子呀，到底是谁得罪了你，伤了你的心？是谁？侄子呀，妹妹更新，难道你还有不可以讲的话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自己提知他这样伤心，藏在心里一口说不出来。难道龙儿逃进去得罪于他？姐姐，你不要伤心，你自己保重啊。哭啊！是不是龙儿先去得罪于他？我也不知。等我到龙儿跟前先去问个明白。龙儿，龙儿，哎，妈，来，你什么？什么好吃的？想给我吃啊？不是好吃的，我有桩事要问你。什么事啊？你今天到月光之中读书，你到四房先去，还是到大妈那里先去？我读书回来，马上就去见大妈妈了。那大妈妈她为什么要原谅自己？这是不是你责怪于她？妈妈，我问你是，只有这个阿狗不好，我在药馆里读书，他呀骂我到上牙中，娘没有两个，爹们一个都没有。我回到家里去，大妈妈是自己不知己儿，他呀东西要当，嗨，那我当然是了啊。你是这样说的？我是说要当了，你自己上几个出来当。跪下，娘，娘，龙儿啊，大妈这样宠你爱你，你到月关之中先去读书，你大妈妈这样这不换来银子给你用功读书，外买新衣裳给你穿，买好吃的给你充饥，你还要先去责怪大妈妈。那我问你，你愿不愿到大妈妈跟前说句好话几句？我不愿。不愿。你是这样，小侄娘要生气了。妈妈，那据母亲所知，那叫不来。哦，那来哦。娘叫你，哦，你到大妈妈跟前先去好话，先没跪下。又跪了呀？到大妈妈跟前跪下。哦，家法高高举起，听到了没有？你在大妈妈跟前，刚才是我的不是，将大妈妈气成这个样子，望大妈妈用家法将我身上打了一下，看遍一下，
当了这下可比不下，当地儿生同在娘心。哦，只下了没？知道了。娘陪你去。哎。到了，你自己进去。哎。哭。大妈妈，我来了。你来做什么？大妈妈，是我不好，方才不应该这样讲你。今日我驴灯家法，望大妈妈高高举起，轻轻打下，打我一下，好比10下；打我10下，好比8下。打在儿身，痛在娘心。老儿，这话是谁教你的？我自己想出来的。你自己想出来的。大妈妈，是龙儿不好，给你气成这个样子，望大妈妈原谅。老儿，虽然不是娘亲生，我对你好比亲生，还要亲上几分。既然龙儿如此小心，娘怎会责怪为你？谢谢大妈妈。姊姊呀，妹妹，你尽心教养，妹妹我记在心里。妹妹何出此话？只要龙儿能平安长大，我再苦再累，我也心甘情愿。谢谢大妈妈。妈妈，大妈妈是原谅我了，那我不在这里多待，我要书房读书去了。要用心。哎，你是张家的一代，从今之以婚之中，你要好好用功读书，不要与人家吵架了。哎，去了。妹妹，毕竟孩子是小，你怎能责怪为他？我哪会责怪于他？姊姊呀，自从你离家出来，到上家只等下来这几年，请母你在这里这步老来得多了，是妹妹的不是，请姊姊原谅。妹妹何出此话？但愿龙儿能深深长大，金榜题名，为姐姐高兴了。是此姊姊起意。提名状元，我万岁更前，就来红国养妃送与我娘，此后不早教作业，路上不必多听，与我去安堂。
儿，你上京府时，莫非得中了特命trạng元？不错，多亏两位母亲教子一方，我上京赶考果然得中了提名状元，真是谢真要天谢天谢地啊！做两位母亲，no，我高官得中上殿举兵，就来了在文官衙台，还是请我母亲承担起来。嘿啦，一道是生我还是养我他，文官衙台请你大妈妈承担。好，请大妈妈承担文官衙台。老儿此话差矣。虽然你是我抚养长大，你来看那么我与你的生身母亲，我怎能带上文官衙台？这文官衙台离开你娘亲穿的。哎呀，老祖，你都看到了，这两位母亲如此客气，叫我送于谁你？孙儿啊，我看你呀，万事是状元之才呢，连一点文官都送不来，还请祖指教。你来看，你两位母亲都有生命大命，那即是此，那就由我做主，将文官高挂重他，哪一个出门就哪一个存对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就依从主务，把文官高挂重堂。公弟，难得你我还家团聚，老儿高中回来进来发言。此乃理所当然，进来拜